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係蔡主理牧師。今日咧要用7分鐘同大家講一節嘅金句。我哋睇羅馬書12章第2節咧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嗱，呢一段嘅經文咧，唔係叫我哋作為基督徒嘅咧要逃避社會。亦都唔係要拒絕一切文化、知識啊、進步啊咁，唔係讓世界嘅價值觀嚟到塑造我哋嘅生命。嗱，真正屬靈嘅生命咧，因此唔係只係改變外面嘅一啲嘅行為，嗱，更加要察看究竟係啲乜嘢嘢影響緊我哋自己嘅思想。嗱，世界咧成日都會以咧財富啊嚟到衡量成功，以地位啊去衡量價值，以享樂啊嚟衡量幸唔幸福，以別人嘅認同咧去決定自己嘅身份。咁啊，但係保羅咧喺呢處指出咗咧，神要有另外一條路讓我哋去行，就係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。嗱，基督徒嘅生命嘅改變咧，係從裏面嚟到開始嘅。神要藉着佢嘅話語同埋內住嘅聖靈，不斷咁樣改變我哋睇神、睇自己同埋睇別人以及睇世界嘅方法。咁啊，呢一種嘅更新唔係信主嗰日就全部就完成晒，而係一生持續咁樣發生嘅過程嚟嘅。心思越嚟越被真理更新嘅話，生命咧就會越嚟越活出耶穌基督嘅樣式噶啦。嗱，心意更新咧有一個重要嘅結果，就係能夠察驗神嘅旨意。咁啊，人總係希望神直接咧就話俾我聽應該揀邊一樣嘅決定啊咁樣，但係保羅卻係關心咧，我哋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呢個先至係緊要嘅。所以當我哋嘅思想被神更新，價值觀就被真理調整，我哋就會越能夠分辨到乜嘢先至係神所喜悅嘅。真正嘅心意更新就係讓神改變我哋嘅思想，使我哋咧唔單止知道佢嘅旨意，更加甘心選擇佢所喜悅我哋要行嘅道路。所以咧有一個出名嘅英國政治家，佢叫做威廉威伯福斯啊。咁啊，佢本來佢個信仰係一塌糊塗嘅。咁啊，但係佢嘅信仰有一次咧經歷一個好深刻嘅改變。咁啊，開始咧重新諗翻到底個人生嘅目的係點？咁啊，雖然佢咁樣諗法，係咪要離開佢嘅政壇咧？咁唔係喎，佢冇離開佢嘅政治嘅崗位。只不過係用新嘅眼光嚟到睇佢自己嘅身份同埋佢自己嘅責任。你知道嘛？原來嚟到1807年嘅時候，英國通過咗廢除奴隸嘅貿易法案，係由佢發起嘅。1833年又通過咗廢除大英帝國奴隸制度嘅法案咧，都係由佢帶頭。所以咧改變首先發生嘅唔係英國嘅國會，而係發生喺一個人佢嘅心思嘅裏邊。有一個英國基督教嘅文學家叫做魯益斯，佢曾經咁講，佢話以天國為目標，今生亦都會揾到真正嘅方向。只係以今生作為目標嘅話咧，嗱，最終咧天國同埋今生兩者咧都會失去。嗱，心意更新就係重新咁樣調整人生嘅方向。咁啊，當神咧改變我哋所睇重嘅事嘅話咧，連我哋嘅選擇、生活、人生嘅方向，亦都隨之會改變。咁啊，所以咧喺我哋每日嘅思想、選擇同埋我哋嘅生活方式當中，有邊一啲嘅地方其實係跟從緊世界嘅價值，而唔係按照神嘅旨意嚟到生活嘅呢？面對目前人生嘅重要決定嘅時候，
我哋係唔係只係問自己中意啲乜嘢，還是願意讓神更新我哋嘅思想，察驗佢所喜悅嘅旨意呢？請大家一齊低頭同我一齊做個祈禱啊！親愛天父，求你保守我嘅心，唔好被世界嘅價值牽引。求你藉着聖經同埋聖靈更新我嘅思想，改變我眼光，改變我嘅追求。面對每日唔同嘅選擇，賜俾我智慧分辨你嘅心意，唔好隨從自己嘅喜好，甘心選擇你所喜悅嘅道路，一生活出基督嘅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呢個頻道對你有幫助，請你訂閱我哋頻道，並且敲響個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噶啦。仲有，如果你覺得我哋好有價值嘅時候，請你用奉獻支持我哋，使我哋能夠製作更好嘅頻道俾大家睇。多謝大家。